唱这首歌。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应以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是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测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应以单单跟随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怜悯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起头的，也是末后的神。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时候，在神的圣殿当中，在神的宝座前献上我们最诚挚、最深的敬拜，对我们的神，告诉我们的神说：神，我爱你。告诉我们神，我要称颂你，我要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你。我们大家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主，我们的上心，我们感谢赞美，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献上赞美。主，你是我们的神，主，我们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来到了神你的面前敬拜你，主，是何等喜乐，何等福气的一件事情。主，我们将所有的我们自己摆上在神的面前。主啊，愿你亲自掌权在这当中，愿你亲自掌权在这地。是的，主，我们谢谢你，愿一切的荣耀、一切的尊贵、愿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你，你是配得称颂的神，你配得赞美的神。我们再次将这个仰望在神的面前，谢谢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是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
神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我们不需要再透过大祭司，我们直接因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来到神你的圣殿来赞美你，来与你亲近。主，这是何等喜乐，何等美妙，何等奇妙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对你的赞美。愿神悦纳我们对你的祷告，愿你悦纳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邀请弟兄姐妹，我们站立起来，你我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者的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呼求，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垂听，奉主你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者的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为自己灵命来祷告，求神与我们同在，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让我们知道自己在许多事上的不足，求神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也为今天所有的服事同工来祷告，也为今天牧师的讲道来祷告。我们求神在这个当中照亮光照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将自己摆上在神你的面前。主啊，就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你教导我们要心存怜悯，谦卑与你同行。主，在许多事上，主我们不足，主啊，但是你告诉我们，我们要爱你。主，我们愿意将自己摆上在神你的面前。是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更多的亲近，让我们更多在神你的面前为生。主啊，不仅看见自己的软弱，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论在顺境，不论在逆境当中，我们都知道神你与我们同在，我们都知道神你必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好的，我们感谢赞美，特别我们将今天服事的同工也摆上在神的手中。主啊，就求你光照每一个服事的同工，主啊，让每一个服事的同工真的是用心里诚实来敬拜你，用心里诚实来服侍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透过服事，透过每一次的来到神你的面前来服侍，让我们生命更加连接在你。也为今天早上牧师的讲道来祷告。主啊，就求你光照我们的牧师。主啊，求你的智慧，你的能力就与牧师同在，也透过他的讲道来赐下神你的祝福，赐下神你的启示智慧，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阿们。荣耀荣耀荣耀神羔羊，荣耀荣耀荣耀神羔羊，唯有他是荣耀尊贵配得赞美，在宝座上的真神羔羊来敬拜他，高声起来颂扬，在宝座上的羔羊，荣耀
荣耀神羔羊，唯有他是荣耀尊贵配得赞美，在宝座上的真神羔羊来敬拜他，高声起来颂扬，在宝座上的羔羊，唯有他是荣耀尊贵配得赞美，在宝座上的真神羔羊来敬拜他，高声起来颂扬，在宝座上的羔羊。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紧紧敬拜，坐在宝座上神了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举起你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举起我的心，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哦，是的，主，我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来回应你的爱。我的主啊，主啊，让我单单的在乎你啊，那么尽情的敬拜你，尽敬拜你，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来赐用我的心，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亲爱的天父上帝，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来仰望你的面，看见你的荣耀，领受从天上来的恩典跟赐福。主啊，你赐下万有，但是我们要愿意去接受，所以我们诚心实意在你面前，我们要领受从神所赐下每一项美好的恩典，也让我们今天的敬拜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上帝的祝福恩膏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愿今天的敬拜充满神的荣耀，圣灵的感动。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来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恭敬领受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有2段，第一段是希伯来书10章19到25节，第二段是马太福音18章19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借着耶稣的死，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至圣所。他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路，一条通过幔子，就是通过他的身体的活路。既然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祭司在掌管上帝的家，那么我们应该用诚实的心和坚定的信心，用已经蒙洁净无亏的良心和清水洗过的身体来亲近上帝。让我们坚定不移地持守我们所宣认的盼望，因为上帝的应许是可靠的。让我们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要像某些人放弃了聚会的习惯，却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主的日子快到，你们更应该这样。我再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如果有2个人同心合意地祈求，无论求什么，我的天父一定有人，我就在他们中间。愿上帝赐福领受他话语的人。赞美，请基甸牧区，他们要赞美的诗歌是《神羔羊》。献诗后由夏牧师讲道。牧师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为何不可停止聚会？
我们用掌声一起来赞美主，谢谢今天牧区美好的诗歌的服侍，感谢赞美主，愿神赐福给每一位在一起敬拜神的弟兄姐妹。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都知道有疫情的一个新的消息哈，那也许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他们可能有一些疑虑，或是自己还没有打过两剂疫苗哈，所以呢，今天可能有的人在线上一起敬拜神哈。那我们在分享主话语之前，先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聚集，是因为你的爱、你的呼召，以及弟兄姐妹大家彼此的关怀。我们在这里要通过你的话语一起来学习，愿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也一起面对我们所有世上各种环境的挑战。我们在分享你话语之前，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在分享这个主题以前有一个在 Good TV 里面有一个叫刘三讲古但是这个刘三讲它是用台语的，而且是布袋戏，一段短短的一个前言，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有字幕了大家都听得懂。不可以，人心脚丢。十两八啊，十两八啊，十两八啊，你死啊你！是安怎？已经11点啊呢。哦，是安怎？今仔日礼拜呢？哦，是安怎？你是当机哦？哎呦，发烧啦！是安怎？那一定安怎？你做礼拜你要迟到啊呢？哦，这件代志哦。你今仔日真奇怪哦，那一点仔拢无紧张啊？我就今仔日感冒，无想要去传染给别人啦。透早我伫咧厝内看过网络直播啦。原来安尼啊！科技进步。以后你伫厝内看电视就好啊，想袂到基督教遮尔进步，袂用的啦，嘛是爱去啦。哎呦，枉费我学了你读拄仔讲进步尔，即马搁倒退路啊！莫非你真正是发烧哦？是发烧，我解说互你听。基督徒做礼拜，除了敬拜上帝。搁爱彼此相爱，所以一定爱甲人斗阵，袂用咧看电视的。哎呦，安尼真麻烦呢。咱这个规定啦，其实科技的时代，更加需要去参加教会活动，因为人甲人是愈来愈少沟通啊。你黑白讲，我逐工自早甲暗，拢咧甲全世界沟通了。连我困的时阵，国外朋友嘛搁传相片互我，安尼当然真好啊。但是袂当代替真正做伙感觉，所以圣经讲不要停止聚会。我知啦，恁一定是惊人收袂到钱，所以安尼刷卡就用的啊。哎呦！你嘛，逐件代志拢会去讲到钱的观点啊，你甲朋友伫咧网络观点联络，敢毋免出来心一下加比咧讲生笑，那是一定要的，无人生有啥物趣味咧？是毋是？所以真正的朋友一定爱做伙彼此关怀，就敢若圣经伫咧讲的，甲喜乐的人共欢喜。甲悲伤的人同款艰苦啦，所以你应该找一个人做伙甲你做伙哦。安尼可以啊。如果安尼会使话啦，迄有啥物困难？今仔日我来搬基督徒，陪你唱歌祈祷，1点钟送你200就好。你到底是听有听无？
这个到这边哈，谢谢。这段经文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由这一个有趣的布袋戏哈，虽然用台语，但是我们可以从文字上看见它的主要的诉求哈。确实没错，现在这个网络时代，我们在网络上可以收看千百个讲道，你要吸收圣经的真理，其实都不困难。但是为什么要不可停止聚会？是因为他这边有一个主题说是要敬拜上帝，而且还要彼此关怀。当然网络上也可以啦，不过在这个疫情来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或是身体病痛，或是有困难，或是在外地都没办法，是那个补足的作用，而不是把实质的聚会我们看成一个可有可无哈。那我们今天要透过圣经的话语一起来勉励，一起学习。我们等一下经文一起会复习哈。那我们看到不可停止聚会，那圣经怎么说呢？刚刚我们看那个布袋戏呢，有提到一个点哈，就是说现在网络时代，大家慢慢那个人际关系都疏离掉了，因为大家可以从各自的管道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那更不用说我们现在今年这个从去年开始，元宇宙这种概念慢慢已经在全球各地发烧了。那真的以后真的是不是实质的礼拜堂都不用了哈？那这个可能要到下一世代，我们的新一代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怎么样去面对？不过在这边经文里面给我们讲了很多很重要的实质上不可停止聚会的理由跟原因，希望大家一起从这边得到一个学习哈。前几天我在杂志上看到一个卡通就是人画的漫画，写一个单页的漫画，他这样写说，他这样画说，台湾现在都少子化了，一年才出生不到十几万个，已经比老人过世或是已经过世的人的数量还少，那这是我们国安危机的。那这个漫画呢就写说那个国安的那些政府人员在那边头痛哈，另外是一间妇产科诊所，那个医生没什么事靠在墙边在发呆，因为没有孕妇要来生产这样子。那在路上呢就有2-3个推着婴儿车的啦哈，也有那个老年人在那边在街头散步，很孤单哈。那婴儿车里面还不是婴儿，有两台婴儿车是推着小狗在逛。那刚才我们看到新的一个世代已经慢慢进入到一个虚拟的时代，或是一个人际关系越来越疏离的时代。那我们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提到说为什么不可停止聚会？那是非常有健康的理由哈。不可停止聚会是和合本里面讲的，好像有一种命令或是一种强制，它会让人觉得说有点压力，其实没有。就像我们在教导小孩在天气冷的时候，他穿着短袖要出去，你说不可以穿这样，那你这个不是在骂他，是因为到外面很冷你至少要带着外套给我出去。那有的小朋友因为好吃的东西吃太多甜的东西吃太多会产生胃酸，那你会告诉他说不可以吃那么多。我们教会有时候有小朋友跟妈妈来聚会，那会跑去找牧师说牧师好跟牧师办公室打招呼我就问说你可不可以吃这个饼干去问妈妈，妈妈说不可以妈妈说不可以吃，因为要吃饭了，不能吃甜的这样子。那有很多我们生活上不可以的是好事，是帮助你的。那不可停止聚会，圣经怎么说呢？我们看刚刚读的这本希伯来书，非常完整而且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理由。希伯来书说分享为何要聚会礼拜的理由，他是把它进入到一个属灵的层次，甚至到一个圣洁的层次。他说我们借着耶稣的死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所以我们的敬拜神，我们在一起聚会，请记得不是一个普通的联谊会、同学会或是我们要去哪边
举办什么样的这个鸡尾酒会，不是，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存着这样的信念，只有这样的信心说，我们是因为借着耶稣的死可以来到至圣所。当然，现在的礼拜堂不同的建筑跟当时圣殿的至圣所那个造型都不一样，但是它的概念完全一样，就是我们在礼拜堂的聚集，是因为有主耶稣的死，用死来把这一个墙打破，把这个关卡打通，让我们能够直接面对面跟神见面。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如果你到了礼拜堂没有这种感觉，那请你记得再一次思考，这是我们跟神美好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动而已。还有，他更一步解释说，主耶稣他让我们进到至圣所是用什么方法呢？是开辟了一条新的路，一条通过幔子，就是通过他的身体的活路。所以把它整合起来说的意思是说，耶稣在钉十字架，他断气的那个时刻，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刻，整个圣殿的布篱就裂开了。那裂开是一个物质上的东西，没错，但其实它是在昭告我们说，主耶稣借由他的身体成为一条路，而且是一条活路，让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让我们这些身心灵都遇到疲惫困境的人，有一条新的路，活路，透过主耶稣的身体，让这个幔子打开了，就进到神的里面。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奥秘跟恩典！所以主的殿有这位大祭司，是21节说，有一位伟大的祭司主耶稣在掌管上帝的家。换句话说，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当每一个主日，你存着这样的心要来朝见上帝的时候，你知道说来到这里有位大祭司耶稣基督在管理这个家的时候，你会青青菜菜吗？你会随随便便吗？你会可有可无吗？我想不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亲自跟神面对面，是要亲自领受这样的恩典跟祝福。等一下我们在讲道的结尾，我们要举行一个医治的祷告。同样的意思，不是一个活动，不是一个仪式，而是因为主耶稣借由他的死，把这条活路打通了。借由他的大祭司的管理，我们在这边存着敬畏的心，向上帝恳求说：主啊，我们在这里聚集，求你赐下你的医治在我们当中。在早期的教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他记在25节。他说，最重要的原因是主的日子快到了，所以不可放弃聚会的习惯。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内容了哈。主的日子的已经到了，要快到，你们更要这样。他说，我们有些人轻忽掉了，所以就放弃了聚会的习惯。我们可以理解说，早期当时还在迫害的阶段，聚会真的是有风险的，聚会是有难度的，聚会不像现在我们那么简单，走路、骑车、开车就到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些人就气馁了，有些人觉得信心不够。但是当时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勉励大家说，尤其主的日子快到了，平常你们聚会跟神见面这个很重大的事情，更何况主的审判要到了，你们还轻忽把聚会当成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所以说不可放弃的聚会的习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我们说个人灵修很好啊，我自己读经读得非常的有心得，都很棒啊。但是主耶稣还是这样的提醒我们，在马太福音18章19到20节这样教导说，在地上如果有2个人同心合意的祈求，无论求什么，我的天父一定为你们成全。就是群体嘛，2个人以上。
他还说是同心合意，表示说这个聚集呢不是一个乌合之众，不是一个好像我们到百货公司，这个人想要挑衣服，那个人想要挑鞋子哈，有人是要去吃美食的，大家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同心合意的。所以聚会是因为在凝聚每一个人的心意，每一个人跟神有一个最同心合意的连结。所以他说无论求什么，因为你前提是同心合意，是同心聚集天父就要为你们成全所以他又后续又加强语气说，凡是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的地方，我就在他们中间。换句话说，有2、3个人奉主的名来聚集，再来是你是同心合意的聚会。所以这个聚会虽然外表上形式的聚集太多了哈，我们现在很多的聚集的地方，但是这样的元素，它的重点，它的要求就是在于我们是看见主耶稣为我们铺的这一条活路，我们是要进到圣殿，进到至圣所，要来见主的面，而且是他用宝血为我们来建立的。有群体的聚集，所以这样的不可停止聚会是在这种概念之下。那为什么不可以停止聚会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是真的有不同的理由跟原因哈。其实有些是个人因素，那有些是怎么样？有些是一种自己的理念、教义的不一样这个不可停止有不同的面向哈。但是我们只是讲大部分人曾经碰到的了哈。第一个，一般人不想聚会的原因，第一个是可能他的人际关系有障碍，或者说他有对这方面有排斥了哈，所以不喜欢公众聚集的场合大家面对面可能会品头论足，或是会问东问西哈。就像我们春节的时候呢，很多年轻人就会碰到长辈长辈有一点点给他压力，会问说你工作的怎么样有没有交到女朋友男朋友，这也是一种压力，对不对？那我们在教会聚会，有些人可能也会碰到这种压力有的人可能面容不是很清爽，或是有一点忧愁的面，人家问你说你最近怎么了，好像看你无精打采的这样子。有的人就是很不想去面对人跟人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在这个网络时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常常有那种很特别的社会新闻有的人是叫宅男，有没有宅女？他就喜欢躲在家里面，完全都不想跟外界见面。甚至之前还看到一个很奇怪的新闻，说一个人他不想工作，不想生活，就假装好像就是有一点类似植物人一样，就躺在床上让人家喂他当然是一种病态啦。不过基本上有些人是真的是畏惧公众的聚会，所以不想来聚会。第二种也是大部分人常碰到的，就是工作忙碌、事业忙碌，忙得不得了特别现在的很多工作都很有压力，那有时候礼拜天就想好好的睡一觉，那就没有办法参加。我想大部分人就会碰到这样的现象。另外一种是怎么样呢？就是跟人际关系也有关系的也一样的类似，就是说有一句话叫上帝好相处，但是人跟人不好相处。好像一旦有交集，人跟人有交集，就会产生很不同的火花出来欢乐的事当然很好，但有些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也稍微有一点不小心或是不完整会被念来念去，或是会被人家批评包括我们穿着怎么样都会被批评。那觉得很多事情常常在群体当中发生了，在家里面本来就可能发生很多争执更何况是人跟人聚集的团体。但是我们都理解，教会这一个场合不是一群纯洁无瑕的人聚集的地方。法里克牧师他这样讲，他说其实教会就是一群自认为不完美有罪的人，想要彼此来关心，彼此来扶持，
彼此来成长，达到神美好的境界、美好的恩典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有自觉，知道自己的不足，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改变个性、性情、品格，然后达到神美好的一个目标。所以你如果不透过这样的彼此的激励跟彼此的一种调整的话，用爱心说诚实话也好，叮咛你也好，劝勉你也好，提醒你也好。昨天我们有一些新的执事一起在看那个教会的法规在学习法规，它里面就谈到小会，就是小会员的长老有很多任务它不只是行政上的任务，很多是劝勉信徒的品德，或是他们的整个信德这些都是借由这个教会，因为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要学习嘛，那你在教会的聚会里面一起成长。第四个是有人自觉自己很卑微，是罪人心中有很多的苦处很多的难处没有办法去排解所以就把自己锁在自己的角落，黑暗的角落，不愿意面对，或者说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没有资格去见神其实这个都是错误的观念。就刚刚我讲的，教会就是一群自认为不完美的人聚集的地方，但是我们要追求一个完美的神赐给的恩典。那如果你能够排除这些，你就会发现来聚会就像父母亲在勉励自己的孩子一样，往好的方向来发展。当然我们近来这1-2年碰到了疫情的威胁不敢冒风险像昨天前天就开始像疫情更严重那有些弟兄姐妹就有点顾虑，比如说我的预防针还没有打满，或者说我身体体质比较差，所以不敢出来，就不敢去公众场合，这也是合理情有可原的地方那其实有一种是信念上的信念，或是他这个教义不想聚会的也有。最出名的一个代表就是在20世纪初我们当时台湾是被日本人统治的，曾经非常轰动或是很流行一种主张一种思想，叫做无教会主义。不知道大家对这些历史有没有什么兴趣啦，或是对日本的文化，特别是日本的教会有一些理解的话这个是影响了日本很多文化的地方有位日本的神学家叫做内村健三，他大概在20世纪初他信主了。他是从北海道大学，以前是一个札幌农校出身的。那这些札幌农校之前有一位从美国聘过来的，叫做克拉克博士当他们的校长。虽然短短一段时间就是来领导这间学校，但是因为他是基督徒，带领了年轻人非常大的影响，而且他所带领的一些人成为，特别是日本，我们知道明治维新好之后的整个文化的演变，这些从这个北海道大学札幌农校出身的人，对日本的社会影响很大。那这个内村健三就当初就是经过克拉克校长带领来信主的一位年轻人，他到国外去留学，回到日本的时候，成为一个非常出名的神学家。但是他当时因为看见日本都是各地外来的教派，基督教教派好像有一些他感觉不是很欣赏的，比如说有争夺资源或是有教规的一些处置，他觉得被这个限制非常麻烦，所以他就提倡了一个无教会主义但是他其实不是说不要教会，而是不要被一些繁琐的这一种机制或是繁琐的法规所捆绑所以他就主张说，我们要好好的关怀社会，我们要去救助穷人，我们要好好的查经讲道谈道，而且要宣传福音，也是有这样子。不过他们的理论说，不要又受有形的教会来限制了当然他们主张相信基督不必然是透过制度和仪式的不用借着参加教会来实践信仰。不过我要说
这些人都是当时社会的精英分子，他有足够的能力自己查经，自己研究真理，但是一般人没办法。所以后来呢，这个理念曾经风行了一阵子，但是一般的平民大众怎么有可能有办法呢？他这个还影响到当时台湾早期的基督徒哦，特别我们台南有一群这个医生啊，或是一些社会的一个很有名望的人士，就追求这样的理念，而且对社会贡献很大，不错。不过这样的理念在一般的教会一般的人没有办法自己有治理的能力的所以他们也是希望不受人为形式的礼仪的辖制他们就专心读圣经啦，实践耶稣的教训，而且跟当时的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有一点类似结合，就是说把武士道日本人的精神结合到基督徒的一个信仰里面那无教会运动的主要特征，我们如果从一些资料可以看到有这几个点：一个是独立的传道精神，第二个是否认形式主义，深刻用心的研读圣经，重视文字传道，而且也比较反对教派之间的争斗。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些是人的软弱所碰到的事情。那这些人他们的努力曾经影响过，特别是因为有一些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我们知道说，在日本战前呢，有一位日本的东京大学的校长叫室内元忠雄，他因为福音的这个无教会主义运动，而且反战。当时你知道军国主义在日本当时很兴盛，就准备要发动大东亚战争了。但是这个室内元忠雄就直接公开讲说，我们这样做是违背我们这个大和民族的精神的，你们这个战争必定失败。你看，在那么严格的一个军国统治之下，这种人讲话，你看他还受得了吗？所以就被革除大学校长的职务啊。直到战后已经日本投降了，他们才知道说，原来这位是先知啊，他就是内村健三的学生，这个室内元忠雄。但是日本已经败得一塌糊涂了所以他们这些人在日本的社会影响很大，而且当时台湾一些知识分子还真的跑去日本参加这个室内元忠雄的查经班呢。你看多么用心，而且我们台南这个地方，因为台南是古都嘛，早期有一群很精英的基督徒，其中还包括一位如果我们在富强教会比较久的，你会知道我们第一任牧师叫王忠信牧师，他的爸爸叫做王寿禄医师当时他们一些知识分子就是很服膺这个无教会主义，但是无教会这两个字常常会被人家讲说我不去教会。其实我们台南的这些无教会主义者的一些基督徒他们还是正常在参加教会，只是说他们的理念吸引了这一群人他们用心去办杂志把日本这些无教会主义的思想用杂志来写文章有一个医师他自己独资出版的一个 Shalom， 就是我们的那个希伯来文的喜乐，他是用中文叫夏洛姆夏天不是下来的下，上下的下夏洛姆，这个小小的一本杂志，在推广这样的精神跟理念我们也知道之前有一位宜兰的陈武医师他也介绍了在非洲的史怀哲，有没有？史怀哲这种爱人传福音的精神在台湾来这些都是当时这些基督徒他们因为自己在社经能力够所以就提供很多的资源来帮助我们认识。不过后来因为日本的这个神道教跟他们的佛教影响太大，在日本的基督徒人数不多，但是他们的贡献是很大。还包括在大阪有一个叫鹤川丰彦，他们也是专门帮助贫民窟那些生活艰苦的人。后来他们为了纪念这个内村健三就盖了一间很漂亮的礼拜堂，很有创意的建筑那我们在理解这个无教会主义，其实我们要知道说，其实教会它原文的意思是 ecclesia，
克雷西亚是信仰相同的人的聚集啊。所以你我如果不一起聚集，你自己单独研究圣经，那你没有交流啊，到时候你讲的是这个，我讲的是那个，根本就不能一个群体让人家看见神的恩典嘛。啊，所以相同的群体的会众是你我任何一个人信主人聚集就是一个教会。那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值得去认识的一个运动，但是到20世纪的后半段就慢慢，因为这些当时创始的人就慢慢年老过去了啊，就慢慢消失了哈。但他们的著作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最保留住，这个就是内村健三哈。啊，日本为了纪念他的贡献啊，特别是在明治维新那个时代，特别是整个国家在进步的那个时代啊，他们就发行这个邮票来纪念他哈。那在1988年，他们在清景泽那个地方啊，盖了一间非常很有艺术风味的一个教堂，叫做石之教会，石头的石了哈啊，在做一个Kenzo 的这个纪念教堂。那看起来这个图片很有意思哈，看起来好像一条龙哈一个山洞哈不过看起来真的很有它的创意在。从外观看不出来，但是一卷一卷的，原来它别有洞天了哈，别有洞天。啊，这个在冬天下雪的时候，那原来从侧面来看，它是一层一层啊，透过玻璃把采光进入到那个礼拜堂里面。这个是教堂的内部。那晚上的时候就看见这么漂亮的灯光哈。那这个地方它好像比较不是正常的做礼拜，是变成一种观光的教堂，很多人要登记去那边结婚典礼哈。这是它的内部的一个造型哈。这是一种没有角，里面有菱角的，是圆弧的哈。这些教堂就在这边。那这个有人举行婚礼了哈，举行婚礼的地方。那日本人有很多很独特的建筑师哈，他都会盖不同类型的教堂变成一种，因为日本的那个教会不是很发达，但是他们盖教堂很有创意哈所以呢变成结婚的典礼的地方、拍照的地方的景点了。比如说石之教会啦、水之教会啦、光之教会啦很多在各地的景点都有哈。那我们是会看到说一个无教会主义，但是它不是真正拒绝教会，而是提倡那个教会的精神了。那我们话题回到最后说，为什么在希伯来书提醒我们不可聚会，不可停止聚会？除了前面有讲这个属灵上的意义之外，它就是为了要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我们可以再看希伯来书那几个点，让我们学习。第一个，聚会是跟礼拜是为了我们享有富强属灵大家庭的喜乐、温暖跟平安。我们常常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的时候，是把你的担子卸下来，在主面前透过诗歌敬拜。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最重要的预备，因为每一个人从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工作背景来到主的面前。你要同心合一的意思是，你把所有的残累、所有的重担、所有的软弱、困境、罪都卸下来，这样在主面前我们就得到一个重新的一个创造。所以这个属灵大家庭，因为大家彼此的关心、彼此诗歌、彼此的带导，我们带来温暖跟平安。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希伯来书所写的10章24节说，我们聚会礼拜是为了让我们彼此关怀啦，激发爱心，还有勉励行善。这都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你为什么要聚会？为什么不可停止聚会？是因为你要彼此关怀，你要激发爱心，要勉励行善，还包括主耶稣所提醒我们的，2、3个人奉主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是因为你跟我这个形式好像不什么特别，但是你的心力同心合一的时候，那种能力就出来了，跟神的产生一种奇妙的连结就出来了。神在我们当中，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你何德何能够请上帝你来我这边？
是因为你同心合意，因为你谦卑在主面前呐。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要用这样的态度来参加聚会，来参加礼拜。他怎么说呢？有4个点哈。他说我们应该用诚实的心和坚定的信心。第3个，用已经洁净无亏的良心。各位弟兄姐妹，这3种，我们就是要透过敬拜、透过诗歌、透过跟神的交托才能得到的。还有一个实质的点，他说是用清水洗过的身体哈。对啊，包括还要洁净身体哎。你知道，其实世界很多的宗教跟这个都有关的，洁净，净身有没有？所以像一些回教的教堂，他们在前面一定有水让你洗脚、洗手。当然，古代那个时候能够用清水洗身体，这是很难得的事情。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随时莲蓬头都有了，所以大概很少人说我现在做礼拜先洗个澡再去吧。当然有人早上洗澡的也有了哈。不过我们是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洁净你自己。甚至有的基督徒他延伸了他把特别一套衣服很漂亮、很干净的，特别在礼拜天才穿。有的甚至要奉献，还把他的钱去找一张最新的，甚至有人曾经以前大家用现金的比较多嘛，还把那个钞票把它用熨斗把它熨得很平那种感觉上我觉得很慎重，要献给神的其实那个价值一样那是不是一种心情、一种心境？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心，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达到这样的目标？诚实的心、坚定的信心、蒙洁净无愧的良心和清水洗过的身体，我们是要来亲近上帝。所以不可停止聚会是这么样的，包含那个内容是多么大。最后一个是什么呢？他说是聚会礼拜是为了服侍上帝，操练门徒，让我们灵命得到成长。我们这一群在带领敬拜团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在操练，在我们的音响室，在我们的圣歌队、我们的诗班，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服侍的岗位，是因为你来敬拜神，也包括这些操练里面，在你灵命得到成长。重点归结一句话，就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就是不可停止聚会最重要一个点。愿神帮助我们，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死，让我们有机会有这个福气进入到上帝的殿，到至圣所，因为这是他的身体、他的宝血，所以我们预备的。第二是我们愿意撇下自己，愿意跟弟兄姐妹一起互相的扶持、关怀、鼓励、带导、激励，让我们成就在神面前神所喜悦的生命。我们等一下要做一个特别的代祷，特别代祷的时刻。那牧师先做一个报告，这个请等一下那个我的讲到后面的有几个代祷的事项，我先讲完，我们再请敬拜团准备带我们唱诗歌。他们带我们唱诗歌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要请愿意接受医治、期待受医治，心灵也好，肉体也好，很多难处也好，到前面来我们站到前面来。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就没有代祷团队或是我们的长老按手，我们就一个公众的祷告，我们弟兄姐妹同心要为他们做祷告。那有几个祷告的点其中一个是我们学历测验的青年今天好像是最后一天了有这几位年轻人。第二个是我们在周报里面有这些名单，我给他秀一下，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有这些弟兄姐妹需要代祷，有长期敬仰的俊尧兄、梅兰姐、吉祥兄、清亮姐，还有在敬仰康复中的素珠姐、何荣的老师、胡天祥我们的牧师、慧文姐的妈妈李黄树丽，还有徐松吉弟兄，还有伟勋兄他们在敬仰中。我们也为近期接受治疗的张正玉弟兄、李英珠姐许阿凤姐妹，还有慧文的父亲李长，还有英斌的父亲桂珍清风姐的媳妇孟倩，还有安之，还有许淑文姐妹、刘秀雅姐妹、李玲娜姐妹、王瑞荣
医师，还有张美玉姐妹，他们有的还在医院接受治疗。那也许这些名单你可以从周报里面看得到。我们等一下要请魏鹏长老带领我们做一个敬拜，然后我们请弟兄姐妹预备好，勇敢到面前来，因为赐下医治的是神。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魏鹏长老带领我们唱这个诗歌。接下来这是一个医治祷告的时刻。广义来讲，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医治。那这时候我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站立来唱这首诗歌，求圣灵医治能力充满在我们当中。慈悲怜悯的父神，无人像你爱我们，求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亲近你，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也承认我们的罪，恳求你怜悯施恩典，医治恩典再来触摸我们，释放我的自由，当我寻在诗歌当中鼓励弟兄姐妹要得医治的，不用客气，到前面来；心灵软弱的也可以到前面来。在唱诗歌当中，我们到前面来接受医治。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愿神感动我们。我们诗歌继续，一起来到前面来。慈悲怜悯的父神，无人像你爱我。不要客气，5楼的也可以下来哈，到前面来，用信心来蒙医治。我们亲近，勇敢，勇敢，因为神是看重我们的心意。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也承认我们的罪。哈利路亚！恳求你怜悯施恩典。2排也可以哈，2排也可以，2排也可以，不用太近，不用太近，没关系。一起来唱。释放我的自由，当我寻求你，洗净我罪，领受你的爱，领受你之恩典。感谢主，我们在音乐小声继续。我们这个时要邀请弟兄姐妹在座位的，在楼上的举起你的手，要祝福我们前面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在前面的弟兄姐妹，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我们确信神的医治是照着他的应许。我们这个时候一边唱诗歌，我们一起开口大声的为我们前面的弟兄姐妹来祝福。神知道我们身体的病痛、心中的软弱、忧愁、愁苦以及重担。我们这时候大家开口声音来为他所有前面的弟兄姐妹一起开口来祝福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上面的恩典，你的能力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主啊，求你赐下你真正的医治，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主啊，他们有心灵的软弱，他们肉体的病痛，有器官的毛病。主啊，求你赐下恩典、赐福满满的在他们当中。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的恩典，哈利路亚！赞美你，你的能力浇灌在每一个弟兄姐妹。有的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有的开过刀的，有的心灵软弱的，有的身体有病痛的，有心中有愁烦的，有软弱的恩典，是吧？求你亲自施下你的医治，释放在每个人上。你也知道每个人的病痛是什么，求你施下你的医治，施下你的恩典，施下你的平安，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还是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在这一次唱这一首《释放我的自由》。释放我的自由，当我寻求
举着手，我们的前面的弟兄姐妹，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牧师再次奉主的名来祝福每一位。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知道赐下医治是你的大能跟权柄。阿门。我们奉你名来祝福在前面的这些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心中有难处，有软弱，有忧伤。你的弟兄姐妹有生理上的病痛，或是长久的疾病在接受治疗。亲爱的父神，求你赐下你的医治，因为主说：“我愿意，你就得救了。”阿门。我愿意，你就得医治了。阿门。所以我们奉靠主的名来宣告：只要你愿意，神的愿意，你就赐下医治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让他们经历到神迹，经历到医治，经历到平安，经历到喜乐。主，我们在座许多弟兄姐妹，也许我们有不同的病症，有器官的毛病，有筋骨的毛病，有我们的所有呼吸方面的毛病。主啊，求你赐下你医治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饮食，我们在呼吸的空气，我们喝的水常常有一些污染。主啊，求你洁净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成为身心灵都得丰盛生命、健康的身体，来荣耀神。奉你们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再次献上满满的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好，我们请回座，我们请回座。愿神的医治临到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也因为我们的信心，神的医治继续，包括在我们周报里面所报告的这些代祷的事项。我们把时间来交给我们的诗会。奉献。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诗歌《一生爱你》。请坐。我们一起来念本月的金句，在周报的最后一页。我们一起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马太福音28章18到19节。接下来报告，请大家看周报的第2页。下周服事的同工以及上周出席的人数，还有第8页我们的奉献的金额请大家特别的留意服事的部分，还有奉献金额的部分是否有需要更正的地方。接下来请看到周报的第4页，第2项，我们新春称谢礼拜是在2月1号星期二的上午9点举行，只有1堂礼拜。下主日1月30主日礼拜是在上午9点举行，也是只有1堂礼拜，请兄姐们留意。主日学上课暂停2次，1月30日、2月6号2个主日学的课程是暂停的。1月31号到2月5号周间的聚会暂停。新春圣餐礼拜是在2月13日主日2堂礼拜中举行。定期会员合会是定在2月20日主日上午9点举行，当日只有1堂礼拜。接下来请看第4点，我们主日礼拜及关怀事工的部分，请兄姐们能够在礼拜前提前10分钟来到我们的教会，预备我们的心。那也鼓励大家没有紧急的行程，请不要提早离开。我们等候牧师的祝福祷，领受了祝福以及殿乐默祷之后，我们再离席。第5点，我们的主日早祷会在每个主日上午，这是第1堂的时间，8点40到9点05的时候有一个主日早祷会。如果我们参加第1堂的时候，请大家都可以踊跃来参加这个早祷会。第6点，我们教会的昌城执事的母亲吴陈瑞珠姐妹安息主怀，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2早上10点，在新竹灵粮堂举行追思告别礼拜，请我们兄姐为昌城执事所有的家人来代祷与关心，求主赐下安慰跟力量。第7点，爱心午餐团队在今天第1堂礼拜后已经公开摸彩的抽奖那请兄姐有中奖的兄姐请到3楼来领取你的礼品。第4点，教会收集2手衣物跟用品，请大家记得在1月30日以前送到教会来。第6页，我们的门徒学校的课程这边有个时间要更正。第一个，第4届富强门徒学校的开课时间，日期是2月9号到6月15，但是在每个礼拜3晚上的7点半，不是7点是7点半到9点的时间来举行。另外第3项哀伤陪伴课程呢，有第4点。我们跟加州湾区圣经教会合办的线上华语跟广东语的哀伤陪伴课程已经开始了，也请可以让有需求的兄姐们来知道这样的一个讯息，跟干事来报名。接下来是提摩太的部分，我们请雅茹传道来补充。大家平安。我们当中很多爸爸妈妈，还有应该自己的孩子们都已经进入暑假的时间。那暑假的时候，寒假，不好意思，对，那寒假也因为疫情，所以有很多的活动实在是有很多的调整。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同学们应该在家已经闷得发慌，开始在想不知道要做什么了。所以在1月29号牧区周6有要举行去湾里教会，而且以及湾里社区的一个1日游，然后在那边我们会认识那一个社区在处理台南或过去全台废五金的一个历史，是蛮有教育意义，然后又可以认识教会如何和
社会结合的一趟一日游的旅行。那欢迎鼓励学生或是有寒假的青年或是青少年来报名参与。那 QR code 都在我们的周报上。那请大家不要客气，鼓励大家一起来成行这样子。好，谢谢。好，刚刚青少年哈，在周报里面原先有报告，一个是要做一个冬令营了哈，周报里面有写我刚刚早上第一堂听到我们的邱仪执事有报告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哈，本来要到那个林子内教会举办一个冬令营，因为目前疫情有一点紧张哈，特别他要求说，如果真的可以办的话，一个人一间房间。那林子内教会根本没有那么多房间我们期待有时候好事多磨了，希望疫情能够赶快有一点一个解除哈，我们就可以恢复正常的活动。那有关这个疫情也是做一点报告了哈。那今天这个疾管局不知道公告会有什么变化，不知道。但是我目前是这样子了哈，我们教会大概也是遵守这3个原则，一个是实联制戴口罩。还有包括我们就用酒精来喷手，但是他特别要求说，我们平常自己就要多洗手，因为这 Omicron 的传染力很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个人真的要有打第3剂的话，所以比较有保障当然有小朋友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是不敢要求勉强每一个人都到教会来，如果你有这样困难也可以用网络来参加聚会这样子希望如果有新的变化，疫情的变化，我们再用网络用群组来跟大家公告这个事情希望我们一个平安的这个春节能够快乐的度过那我再补充1、2点，就是我们下午呢2点半呢有一个特殊的活动，就是我们透过我们的民政局呢，去整合了我们附近社区的60户比较低收的这些家庭他们下午2点半要来教会来领我们送的礼物，还这个包括 TVBS 的一个基金会做一个礼券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这些比较弱势者他们来到教会，希望得到一个温暖，他们对教会对福音有兴趣我们下午会安排一个时间给带领他们，我们也如果有同工有时间可以来参加那我们也为昌成执事的妈妈的告别式在礼拜2在新竹举行，一切顺利来祷告。虽然有疫情了，希望能够很顺利不受影响这样子。那刚刚我们的邱仪执事有报告说，有关那个门徒学校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好像有的人好像时间还没到，都还没有报名进来。那在这边特别要拜托我们的小组长来调查一下我们的组员呢，有的还没有参加过门徒学校的，鼓励他们来报名，最好在下个礼拜以前能够报名，这样我们才能准备教材另外已经参加过门徒学校第1阶段的，要学习第2阶段，等于是去年有参加过第一期的，我们要来上第2期进阶，我们以前叫门徒大学。那这样可以操练一些我们怎样服侍上帝的一个技巧跟这个教导所以希望我们在下个礼拜前那个名单能够进来，特别就是在12月受洗的这一群弟兄姐妹，也特别是优先请你来报名来参加这样子一个提醒让我们再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这样子好等一下我们第2堂礼拜结束，我们楼下他们今天是特别准备叫做海产粥要来做爱心午餐了。那也有的第2堂礼拜，他第1堂礼拜结束了就已经抽奖了，也许你有名单在那边，你可以去问看看有没有你的名字还有送礼物摸彩的礼物大家一起来享用。也许我们下个礼拜就不能正用餐了因为政府好像有宣告说宗教场所要暂时停止饮食了所以可能今天是我们年底以前能够享受，特别我们的爱心午餐团队特别自己煮的一个海产粥
后续2个礼拜我们就暂停了这样子看疫情如果没有恢复，可能要继续的样子。好我们一起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再能够做礼拜我们来做结束。补充报告，提摩太牧区这个礼拜6，1月29号晚上的聚会暂停，我们就进行1日游的活动。接下来是颂荣，我的神，我的王啊，请起立。诗歌后，我们请牧师祝祷。要称颂你的名，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保护、圣灵的相通引导，跟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能够顺利平安度过这一波新的疫情的攻击，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春节假期，亲人的相聚。愿神的恩典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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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